7月初3，病无搁发作，毋过体力完全复原着几礼拜以后，一面在恢复体力当中，我不时想着圣经的即句话：我会救你。但是我认为无得救的可能，所以无往望下。故即种观念互家己失志的当中，忽然我感悟着规身想要伫困境得救，煞无想着家己已经得救。所以我安尼问家己：我敢无为病痛得救？这敢毋是真奇妙？这敢毋是互我为上不幸、上可怕的状况得到解救？我敢有安尼想，有做该做的代志？神已经救我，我煞无懊恼伊。就是讲，我无甲迄看做是解救，嘛无感恩，安尼哪有可能往望搁较大的解救？这互我的心大感动，我随跪落来，大声感谢神，互我为病痛康复。7月初4，早起我摕圣经为新约开始，我开始认真读，要求家己逐工早起含暗时拢着读一个，无限定着读偌济，随家己的心情读就好。认真读经无偌久，我的心就深深受感动。感悟家己过去生活的罪孽，梦中的印象搁出现，一切遮的代志拢无互你反悔。即句话引我深思，我真心求神互我忏悔的机会。忽然，共迄天在读圣经的时，我拄着即句：以防立做太子含救主，互人忏悔，互人得救。我瞥落册。我的心含手举向天，伫一阵大欢喜当中，喊声讲：耶稣得味的囝，你是太子，是救主，请互我忏悔的机会。这是我一生第一摆真真正正的祈祷，因为我的祈祷已经意识到家己的状况。即摆祈祷是受神的话的鼓励，所抱的希望已经符合圣经的观点，会使安尼讲。自即摆开始，我希望神听会到我的祈祷。当我开始顾和过去无共的观点，来理解我头前提起的迄句话：叫我会救你。迄时我对解救无啥概念，简单想着家己防为迄时的困境救出去。因为我伫即所在虽然自由自在。毋过，即个岛对我实在是感觉是世界上歹的感觉。但是，当我学会晓无共的理解，我回头看过去的生活，心内着惊我的罪孽清重。所以，我无求神啥物，简单爱买灵魂解脱缀伫身躯的罪孽重担。生活的孤单，迄无算啥。我无祈求为迄得救，嘛无想着迄。比起灵魂的得救，迄无算啥。我特别伫遮提起即点，是要互读者知影，只要因对代志有真实认捌，就会发现为罪孽解脱比为困苦解脱搁较好去。打莫搁讲这，咱转去我的日记。我的状况伫即阵虽罔伫生活夭是悲惨，毋过心情已经足轻松。因为经常读经和祈祷，甲我的思想引导向较超脱的面，伫遐得到以前毋捌有的大安慰。另外，我的健康和体力嘛得到恢复，我勉励家己安排工课，尽力过正常的生活。为7月初4到14，我主要的活动是早清出门，四界行行咧，做一个破病拄则好的人。我一摆行一节仔，但体力较好，则行较远。真歹加上迄时的我是偌呢虚弱，偌呢无力。我使用的治病方法是全新的，凡说以前无人安尼治疗过寒热症。故即个实验，我嘛袂当推荐即个做法。即个方法虽罔消除我的病，但是伊互我加真虚弱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的神经和司机经常较紧，我嘛为遮学到一个教训：伫富贵出门，
对我的健康有大害，尤其是风台雨，因为打柜的时若落雨，永远会对迄种风台雨。所以我发现打柜的雨比9月和10月落的雨搁较危险。